选调，着趁妖花通找到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更的时求救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，归向妖花。伊要怜悯伊，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三甲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看你即阵甲阮做伙来进入你的圣殿，也用你的神看到着阮的礼拜。阮这个无论伫倒落，还是伫每一个人的厝内，因为阮恭贺以及宣扬你的话语。拢会通归向你，恳求主你，叫阮脱离拢总的这个罪恶，也脱离迄个顺探人过头伫顺探你的这个罪恶。因为你是阮真正这个阳光，阮的安慰者。搁再过几日，美国总统的大选你要来举行，恳求主你继续输入。稳定和川普总统因府的肺炎病毒会当得到医治，恢复健康。全国顶下文武百官拢会当遵照圣经的教示，也会当遵探上帝旨意，让全国的百姓得到主你的疼惜以及保护。让美国会当伫上帝公义中间，为着全世界的促进和平，也恳求主
你要上帝来竞选出一位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治理美国。但今仔日，我阁一摆透过 YouTube， 网络的礼拜，要来敬拜俄罗斯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和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这个乡亲兄弟，做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和主的名得到荣光，和我每一个兄弟，袂当食到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。但虽讲美国本土这个肺炎病毒疫情还阁非常的严重，恳求你继续保护着阮大家的身躯健康，互阮专心来倚靠主的保护，继续做好国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他现在恳求主，先来清起罗卜的嘴。圣神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。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。18节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既然恁伫这人北的，伫天人也要北因；既然恁伫这人头的，伫天人也要头因。我阁甲恁讲，说使恁中间两人伫这人，无论求啥物，若是同心，就我伫天人的爸要甲因做成。因为无论什么所在，有两三人伫我的名组织，我也伫因中间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8章26节到27节。26节，个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照所应该的，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独作圣神家己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求。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又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的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们。敬拜主，清君阮。主清君阮，对阮出声。来亲平原，主清君阮，对阮出声，伫天使包围的宝座前，来亲近阮，阮敬拜你。对阮出声，伫基路伯是故乡的主，阮敬拜你，阮敬拜你。对阮出声。
在包围的宝座前，愿敬拜你，愿调记你，对愿出声。你记录白石高中的主，愿调记你，愿调记你，对愿出声。伫天使包围的宝座前，愿调记你。亲爱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人咧形容讲吼，讲人的祈祷就亲像是基督徒的即个呼吸，就是咧喘气吼。人若无祈祷，属灵的生命就渐渐已经衰弱，以及孤单。如果你是好好祈祷的时阵呢，你的灵命就会成长，你的信心就会坚固。上帝甲咱讲，伊最工的法度甲原则就是，咱若祈祷，伊就要做工；咱若无祈祷，伊就无做工。总是有真侪基督徒拢爱讲吼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呢？上帝当然知影你是袂晓祈祷的啊。所以，伊就找恳主耶稣，道成肉身，亲自教示咱要如何来祈祷。除这以外，伊还阁备办圣神保惠师来帮助咱的。圣经讲，而且咱的软者有圣神的帮助，咱原本是毋知影要怎样来祈祷，
只是圣神亲自用讲不出来这个土气替咱来祈祷。最后所讲，要有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的秘诀，就是去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来操练同心合意的祈祷。最后所讲，无论恁同心合意伫求什么代志，伫天顶的爸拢会为着恁来成全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要做伙来学习，要如何做这个同心合意的祈祷。那么同心合意，就是表明咱众人拢有一个共款一粒心，就是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而且按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祈祷。上帝圣神甲咱同在，伊的能力会加看咱无完全的祈祷，互咱经历到伊的权柄甲能力。但最后所过啊以后，有一个真重要的聚会，这个聚会就是祈祷会。迄时有120人组织做伙，经过将近10天的这个同心的祈祷甲听候，伫这个五旬节迄日，圣神降临伫遐个120位学生的身上，因就得到能力，得到气力，为主来做见证。福音开始无断暂的扩展伫世界各角落，教会伫学生同心合意祈祷的时来诞生的。后来，这学生常常组织做伙同心祈祷，尤其是伫危险或者是关键的这个时刻，因搁较是同心合意伫祈祷。所以这款的祈祷就互因带来这个气力，当突破真侪这困难。历世历代以来，每一摆教会大复兴，拢是对同心合意的祈祷来开始的。同心合意的祈祷是教会真重要的这个传承，对教会建立的起初就开始了。到今仔日，全世界有20亿的这个基督徒，这款的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也阁是要继续去刷落去的。那么初代教会基督徒，互罗马官府来逼迫、来恐吓，毋准你来讲论上帝的道理，所以因就同心合意来祈祷。因毋是求逼迫来停止，因为上帝囝儿查某囝是毋惊逼迫的，也毋惊艰苦、困难苦楚的，只有上惊迄个伤爽快。因为受爽快的吞食上帝囝儿查某囝的这个性命，因为逼迫往往会带来这个灵性的侵误，带来教会的复兴的。有人伫问讲，事不真吼，伊会讲到哪有遮尔有真正大的困难呢？事不真就叫大家看这个港台下面迄个地下室，伫迄个地下室内面有几百人拄伫为着伊伫祈祷。伊讲吼，这个地下室是因的发电所，港岛的大官员拢是对下面的发电所遐来的。有的人毋爱参加教会的这个祈祷会，是感觉到教会的这个祈祷会拢总是咧为着别人伫祈祷的，所以无需要来参加这个祈祷会咯。上帝的厝是一个身躯，厝内若有这个患难的，也是厝内有这个软正的，也是厝内有这个受困迫的，这个厝就要有破口。祈祷就是要拆掉所有的破口，互软正的机体来刚强起来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这个身躯，咱称做机体。即使若无这种的人物，就无法度来享受到身躯每一个机体的三疼、扶持甲保护。毋通听后到厝内有代志啊，才想要请人去恁兜祈祷。应该伫
伫即个平常时都爱投资伫即个祈祷的顶悬。你若去遇到困难的时阵，伫有需要的时阵，通摕出来使用。恁知影即个中东波斯湾战争的时，特别开战的以前，即个伊拉克的军人伫因真侪即个涂骹内底带真侪即个地雷。因想讲吼，美国若上陆的时，还是来攻击的时，一定要死伤真惨重的。总是布什总统宣告，全国禁食祈祷日来求告天父上帝。真奇妙哦！忽然间，伊拉克嘅就投降咯。若无毋知偌济要死偌济美军伫即个互地雷爆炸的。有真侪人我都了解，上帝既然是无所不知，如果是无所不能，也是无所不在。伊若要做啥物，家己去做就好嘛。为什么着爱叫咱大声爱祈祷，伊才要开始做代志？这个问题吼，其实有真侪答案。有人讲吼，因为上帝是要借着祈祷来操练咱的信心。嘛有人讲吼，讲因为上帝爱伊的囝儿查某囝来亲近伊，甲伊的讲话。伫创世纪第一章，咱通找到这个答案。上帝伫创世纪第一章讲甲真清楚，上帝创造人的这个目的，就是爱人来管理伊所创造的宇宙万物。总是伫这个创世纪第3章，撒旦接着蛇来引诱亚当甲夏娃犯罪对了，人就失去这个管理权，互撒旦来接收去了。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，完成救赎人以后，人再次得到这个权柄，来完成上帝这个旨意。那么上帝旨意必须透过基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来完成。上帝是属天顶的头，咱是伊伫地面上这个身躯。若无有上帝，咱就无法度来完成伊的旨意。若是无有咱，上帝也无法度互伊的旨意行伫地面上，亲像行伫天一样。举一个例来讲吼，咱对家己的厝体是有绝对的这个主权。若咱的厝体互风台吹破一大坑，你若无请工人来去恁兜修理，工人袂使随便就去恁兜呢。除非是你邀请伊来修理咱的厝体。同款啊，上帝嘛袂使无有得到人的这个邀请，就入去人的管理的范围内面。上帝袂搬过这个授权的原则。那么咱要怎样来邀请上帝通进入咱的管理的范围呢？这里就是透过祈祷。举例来讲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，德国这个柏林的围墙将德国分做2个世界，给破开。上帝若要拆除这个柏林的围墙，是绝对无问题的。总是伊袂使搬过伊授权来做，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个德国这个土地交予德国的领导者。上帝虽然是要拆毁这个柏林的围墙，总是伊嘛爱有人透过祈祷邀请上帝来参与的。全世界有真侪基督徒领受到上帝是要拆毁这个柏林围墙的这个旨意，就开始来祈祷。有的人超工坐飞机飞去德国，欢手伫围墙的顶面来祈祷。有的人伫家己的厝内的厝房，这个册房，欢手伫地图顶面来祈祷的。1989年，柏林围墙拆除的新闻轰动到全世界，互真侪人着一大惊。就是对遐个伫大岛的人来讲，这个是因同心合意祈祷的这个结果。同心合意的祈祷的意思就是和谐。同心合意的这个原文，甲这个交响乐
是共一个字根的，咱拢是上帝交响团的一份子，咱拢是伊手中的一个小小的乐器。上帝伊是乐团的总指挥，当伊拿起这个指挥棒的时，所有乐队的成员都爱全神贯注，跟对着指挥无共款的音符内底，造出和谐的这个音乐来。所以同心合意，就是听探主耶稣基督的指挥，造出和谐的这个音调。因为无论伫倒落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。那么上帝成全同心合意，这两三人爱先放落家己，甲最后所叫做这个同步啦吼，然后因也着甲迄两三人来同步同脚步。伫最后所记录的指挥下面，才会当造出这个和谐的乐章来。上帝伫这个初代教会展示了这个一幅图，初代教会每一个信徒拢是真迫切的遵守四大的这个教训，因遵探主的指挥，同心共脚步，因关心灵魂的得救，关心人是毋是愿意守上帝的道理。当因同脚步的时阵，主将得救的人就日日加添予因。所以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会当看见祈祷属灵的这个效果甲意义，借着祈祷拍开天顶甲地面上这个连接，互咱的祈祷直达到上帝的面头前，上帝通透过咱伫地面上成就伊要所做的代志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无教咱要安怎来讲道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嘛无教咱如何来唱歌。做是咱的主耶稣，伊确实捌教咱如何来祈祷。圣经记载，祈祷是主耶稣生活的一部分。咱的主耶稣常常伫天铺光的时，就去旷野、去山顶来祈祷。甚至伫伊的生命最后一刻，顶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伊还阁面对四周围伫踢笑伊的人，伊依然替因伫祈祷讲：“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”最后所对4个月上天以后，伊伫天顶也无停止祈祷。希伯来书讲着讲，最后所现今伫天顶的侍奉，就是专门伫祈祷，咱拢是伊祈祷的名单的前面的人。最后所真望咱学伊的款式，定义来祈祷。因一个人单独伫祈祷，就若亲像你是咧拍即个二处大战，迄个时阵的300式的即个步枪，384步枪啊吼，每一摆只有会当拍一发尔定，效果真有限。所以当咱对一个人祈祷，只有去真侪人做伙祈祷的时，是咱对所有的即个加减，进入即个程度啊，即个生法加减啊加法进入这个乘法吼。就亲像咱是咧拍即个线子的枪，线子的枪虽然是一发出去尔定，总是有几百粒的即个铁珠啊，要线开。所以若是按照圣经的计算法，一人要对赶1000人，2个人就要对赶10000人。所以同心祈祷的效力，往往是超过咱所求所想象的。刚才你会想讲啊，我足无闲咧，我哪有时间好祈祷啊？我想吼，你大概无亲像约翰卫斯理的老母遐尼无闲吧？约翰卫斯理的老母伊有19个囡仔呢，因是生活伫迄个19世纪，迄个时阵无冰箱，嘛无加速炉，嘛无洗衫机，嘛无即个超级市场，搁较无电。一切拢是我个双手来做工的。但卫斯理老母每一日
拢是固定一个时间伫祈祷。时间若到，伊就将这个威斯或者埃布朗吼，甲伊掀起来，盖伫个头壳顶，秘伫内底开始咧祈祷1点钟。所以伊个囡仔拢知影，伫即个时阵，若看到妈妈将即个埃布朗掀起来时，即个时阵袂使去吵妈妈的。所以威斯的妈妈的祈祷就造就出2位真伟大即个英国的布道家，所以就拯救真侪灵魂失踪的人。祈祷毋是汽车的即个有米胎呢，伫紧急的时阵，才是要摕出来用，摕出来祈祷。祈祷应该是咱生活中的即个韩多路啦，即个方向盘吼，每一日要引带咱行伫上帝光明中。兄弟姊妹，伫每礼拜下昼是1点，就是阮即个肯塔基路城长老教会，阮有一个祈祷网，阮是透过 Line， 透过电脑，透过即个手机，阮同心合意来做伙来祈祷，为着要来呼应阮的教会。这个祈祷网是阮教会这个发电所，阮真欢迎会当更较侪人来参与，会当发出更较侪这个电力，不但会当供应阮家己的需要，佫有剩通来供应着别人，来成做上帝要祝福别人流通的管道。阿们。即条要来念这个回应诗歌。为了这块土地，我要诚心来祈祷。但这块土地，无论是伫美国北美这块土地，还是咱台湾美丽岛，我都要诚心来为着咱来祈祷。为这块土地，我诚心祈祷。阮做真理，若讲转地变笑，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恳求。阮自私我命，互阮救助地球。阮全能天父上帝，你幸福降临，阮颂扬。甲悲伤，拢伫归阮心中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旨意伫正。愿毋望甲平的路，永远踮阮心中。为这块土地，愿诚心祈祷。愿做真理，若讲转地变笑。为一个城市，我谦卑恳求。愿自私我命，互阮救助地球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幸福降临。愿颂扬甲悲伤。拢离开阮心中，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旨意伫正。愿毋望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土地，愿诚心祈祷。愿做真理，若讲转地变笑。为一个城市，愿谦卑恳求。愿自私我命，互阮救助地球。愿全能天父上帝。你幸福降临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归阮
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城市我减卑困忧，愿主使我苗互阮扶助地球，全能的白上帝你成果感恩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伫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你旨意的正，愿毋望甲喜乐，永远甜阮心中。这土地，愿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愿减卑困忧，愿主使我苗互阮扶助地球，愿全能的白上帝。你成果感恩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伫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毋望甲喜乐，永远甜阮心中。为一个土地，愿诚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若更传递遍照，为一个城市，我减卑困忧，愿主使我苗互阮扶助地球，愿全能的白上帝你成果感恩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伫开阮心中。全能的白上帝，你旨意的正，愿毋望甲喜乐，永远甜阮心这条才咱同心做来祈祷吼。做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但今日，我对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，以及罗马人书第8章26节到27节，互阮做来思想，要如何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祈祷。若是按照圣经的计算的办法，一个人要对赶1000人，2个人要对赶10000人，同心合意祈祷的效力，往往是超过阮所求所想象的。但祈祷毋是汽车的这个摇臂胎，伫紧急的时才摕出来用，摕出来祈祷。祈祷是应该是阮人生的这个方向盘，这个hand道路，每一日咧引带着阮，行伫上帝光明中。好亲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赐予阮有祈祷的这个权柄。我们会通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随时通来到主耶稣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得到怜悯，得到帮助。我本来是软弱的，是唔知影要如何来祈祷的，就是感谢你赐予这个圣神，用讲袂出来这个土贵
来替阮祈祷，因为圣神是照着你的旨意来祈祷。愿你的国降临伫阮每一个教会内面，愿你的旨意会成全伫每一个兄弟心中，拄着亲像伫天一样。好，亲爱的主，现在我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来祝福来祈祷。恳求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，会当选出合上帝心意的这个总统来，互美国、互台湾拢通平平安安来生活。我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他记得牧师要给人祝祷吼。我祈祷上帝主啊，甲人民，最后所求到稳定、圣神保佑所感动、甲交通、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网络的礼拜，就伫这个所在要告一段落。咱毋茫伫后日，搁一摆伫空中来三角见面。愿上帝祝福你，希望你大家拢平安。再会。